生活中有個現實，強者越強，弱者越弱。過得好嘅人會越嚟越好，而處境差嘅人卻常常連快樂都留唔住。點解？因為命運亦都喺度睇你嘅食相，就好似你養狗，如果佢連剩飯都食得好開心，你自然唔會想買更好嘅狗糧，你覺得咁樣已經夠。同樣，當你生活唔順，卻只係識抱怨，從唔真正行動去改變，命運都會覺得，既然佢都接受到，咁就唔使幫佢變好。感情上都係明明對方好差，你卻唔捨得放手。被騙、被傷仲回憶美好咁樣嘅食相，等於同命運講你唔需要更好嘅伴侶，你爭口話唔願意，行為卻一直接受，咁命運就會認為而家俾你嘅就係你應得㗎。真正嘅分配唔係睇你要咩，而係睇你點反應，而你嘅行動就係你最真實嘅回答。